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杭州人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54岁。那么你叫啥名字呢？我叫赵雅琴。你屋里蹲辣哪里？我屋里蹲辣杭州市上城区南新街道。今朝没热来嘛？今朝是6月日。天亮得来，好排起得来，太阳晒大地得来。你饭还没吃过？吃过的。今朝的天气蛮不错的嘛，太阳出来了。明朝的一天好像天气不是老好，好像有刮风、打雷，还要落雨嘞，可能还落雪。早间的呢吃鸡，中边呢吃鸭儿，晚上呢吃鹅。爸爸、妈、爹爹、奶奶、阿公、阿婆、阿姐、阿弟、阿舅、阿姨、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是何里人？我是塘西人。你今年多少大呀？我今年67岁。你叫何是名字啊？我叫杨玉新，木易杨，金字旁一个玉，3个金个心。那屋里蹲去何里啊？我屋里蹲去塘西三宝街。今朝天蛮热哦，今朝天没浪热嘞。天亮的，好跑起来的。吃过的伐？吃过的。今朝个天没老好嘞，喏，出太阳的喏。明朝暗日天不好，夜晚要刮风，还要打雷，还要落雨，还要落雪嘞。早头人吃鸡，晚过头么吃鸭，夜过头么吃鹅。阿爸、妈、爹爹、娘娘、阿公、阿婆、阿姐、弟弟、娘舅、姨娘、姑妈，1、5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侬是何里人？侬今年有多少大岁？侬叫好个名字？侬屋里蹲辣何里？今朝蛮热，今朝真个没老热。天亮在，快些办起来。吃不吃过来？吃过在。今朝天气不错，太阳出来在。明朝后日天气不好，听夜话有发风、动到来、落雨，还会落雪。早间头吃鸡，安快心吃鸭，夜头吃小白狗。爹爹、妈、爷爷、娘娘、外公、外婆、姐姐、弟弟、舅舅、姨娘、娘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是大理人，我是桐庐人。你今年几岁的？我今年69岁。你叫啥的名字？我叫叶秋月。你过住在哪里？我过桐庐县东郡街道南门社区。今朝没老热，今朝没老热。天亮的，好少过去的。吃过了吧？吃过了。今朝天公不错，太阳出来的。明朝后日天公不大好，听着讲有刮风、打雷、落雨，可能还要落雪。早午间吃鸡，5晚边吃鸭，夜里过吃鹅。阿爸、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
外婆、阿姐、弟兰、娘舅、阿姨、娘娘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浙江富阳人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69岁了。你叫何个名字？我叫周万生。你家在哪里？我家在盐湖街道东湖山村。讲了张三万不是的，我是李四。你姓王，我也姓王，阿拉两个都姓王。接了都到杭州去了。这件衣裳有2个口袋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去看看看，把帽子戴好，衣服晒得干干净净。搿是我的，你戴个是你的。搿只鸡饲料了，今朝很热，今朝没老热，好好叫嘴，不要跑，伊会来的。搿个吃得饱，哪个吃不饱？这个好吃，哪个吃不得？你站起来就坐了去，你去做何个，我去买菜；你做何个去，我买菜去。我打得过伊，我打不过伊。伊吃了饭，伊吃不了饭。你叫伊一声，你叫一声伊。上海我去过，我吃了1碗饭，伊刚来，伊来了3年了。侬是何里人啊？我是临河人啊。侬今年几岁了？我今年68岁了。侬叫啥个名字啊？我叫袁世华。侬家住在哪里啊？我家住在明东路129号葡萄园里头。今朝蛮热哎，今朝是非常的热，没老热的热。天凉嘞，快点爬起来了。侬吃过伐？我吃过。今朝天气不错哎，出太阳了呢。明朝后朝天气不大好，听说呢要刮风，要打雷，要落雨，甚至还要落雪嘞。早上吃鸡，中午呢吃鸭，你到夜到吃白虎粿。阿爹、妈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外婆、阿姐、阿弟、娘舅、阿姨、姑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伊是哪里人？我是平安县江华郡中城村人。伊个人到一头，我个人5岁8岁。伊叫他的名字，我叫吴国光。伊高县哪里？我高县平安县江华郡中城。可以天狗红叶，可以飞泉叶。天公呢，快吃松，吃的吧，吃过来。可以天吃不吃，推荐起来。明夜后夜天气不好，频繁以刮风、腾热、落雨性质路线。具体时间，5是吃2，一般吃2，爸爸、妈、舅舅、娘、外公、婆婆。侄子、天女、琪琪、特姨、小姨、多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是啥个侬啊？我是建德市李家镇旭光自然村的侬。你今年几多大啊？我今年54。你叫啥名字啊？我叫王建华。你过来写的啥？我过来写建德市李家镇旭光自然村。今年还能年？今年还能年？
提两把和破菜不？你吃噻？吃过吧？给你提供复查，看日头吧。明早、后日天公不好，听讲有台风，或者要考天雷鼓，要落雨，可能我要落雪。红干吃鸡，红薯吃窝，夜来吃鹅。阿爸、阿妈、爷爷、姐姐、外公、婆婆、阿姐、阿弟、舅舅、阿姨、姑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